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寒流发威，全台湾农林死死，就连玉山嘛拢在落冰珠。今仔日除了高雄、屏东、澎湖以外，19个县市拢发布低温特报。因暗到明仔早起会是上冷的时阵，低温大约是8度至12度，北台湾可能剩6度尔尔。虽然拜六开始气温会小可回升，不过后礼拜连绵阁有一波冷气团的报道。 规片拢白茫茫，踮伫咧玉山北方的玉山气象站，拜四11点20开始落冰珠。中央气象署表示，拜四受寒流影响，各地头拢真寒。全台除了高雄、屏东、澎湖以外，拢发布低温特报。拜四暗到拜五透早会上冷。 我们预估在北部、东北部最低的温度大概是8度到10度，那中部大概是10度左右，南部大概是10度到12度。那其中在北台湾内陆空旷的地方，甚至可能出现6度到8度左右的低温。 台北市街路，大家拢穿甲真高，也真湿淡。气象署估计，拜四、拜五雨水主要集中伫北部、东半部一个较方便地区。虽讲拜六开始会小可回温，不过接落来礼拜日的下晡刚到拜一左右，就后一波大流冷气团会到台湾。 比较明显的回温要等到下个星期二冷气团减弱之后，各地的气温才会进一步比较明显的回温。所以呢，预计在整个周末到下周的周一之前呢，大家都要特别留意这个气温比较低的一个状况。民众特别看势，敢也有机会。气象署讲，拜四中部2500米以上的高山，北部1500米以上的高山较有机会落雪，但是拜五水气减少，只有北部这方面的高山才有机会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